约翰一书第4章，亲爱的朋友，唔通相信逐个神，要测验这个神是对上帝来，唔是，因为有真侪假先知已经出现伫这世间。你唔通用安尼来认捌上帝的神，宣认耶稣基督正做人来世间迄位神是对上帝来的。唔宣认耶稣遐个神，唔是对上帝来的，这是基督的敌对者的神。你有听到伊特别来，现在已经伫世间。少年朋友，恁是属上帝，佮已经赢过假先知，因为点伫恁内面的圣神，比点伫世间人内面的神较强较大。假先知是属世间，讲世间事，所以世间人会听因。咱是属上帝，捌上帝的人会听咱；无属上帝的人唔听咱。对这个，咱认捌真理的神，甲迷惑人的神。亲爱的朋友，咱着三听，因为听对上帝来。有听的人是上帝囝儿，嘛捌上帝；无听的人唔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听。上帝找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，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。对这个上帝听显明伫咱中间，毋是咱听上帝，是伊有听咱，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，这就是听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若遐尼听咱，咱嘛着三听。无人捌看见上帝，咱若三听。上帝就点伫咱内面，伊的听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。上帝已经有将伊的圣神赐予咱，对这个，咱在咱点伫上帝内面，伊嘛伫咱内面，白找伊的囝来做世间的救主。阮有看到，现在做见证，宣认耶稣是上帝囝的人，上帝点伫伊内面。伊嘛伫上帝内面，所以咱知，搁信上帝有听咱。上帝是听，有在实行听的人，点伫上帝内面，上帝嘛点伫伊内面。对安尼，听伫咱中间完全实现出来，互咱伫审判日通勇敢，毋免惊，因为咱伫这世间甲基督同款，有听就无惊吓。完全的听，赶出惊吓，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。有惊吓的人，听也无完全实现出来。咱着三听，因为上帝有大声听咱。若有人讲我听上帝，毋过怨恨兄弟也是姊妹，伊是白贼，因为无听有看到的兄弟也是姊妹，哪会听无看到的上帝？听上帝嘛，着听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，这是咱对基督领袖的诫命。